没事吧？嘿。不。拿着。哦。拿着。欢迎光临JD米兰，喜欢可以试一下哦。看需要些什么东西？鞋子。哦，鞋子的话在这边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今年新款，可以看一下。安琳，试一下好吧？好。这就是我们打算安琳要让她模仿的对象。不是我们打算安琳让她模仿这个对象，是韩国的练习生们，他们在接受训练的时候，都要以这些欧美大咖的形体作为模仿的标准。但是，光是有形体是不够的，最重要的是要语言和说话的方式有所改变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。这往往是最难的。一个人的语言和个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。以我们的实力呢，是可以在外形上让安峰跟安琳变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无法让安琳从心底复制一个安峰出来。其实我们也不要想太多，只要控制安琳在现场的表现，让她不被粉丝识破，就 OK 了。我偏偏就是那种想太多的人，所以你们可以膜拜我了。哎，姑娘，帮帮忙。魔力麦克风，有了我这一项新的小发明之后，安琳只需要对嘴型啊，跟着游戏走就好了。她要唱歌呀，不用真的去学，一切就是巨星的份儿。你这个魔力麦克风，什么时候也给我整一支啊？我在想，有了它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明星了？现在这个社会是拼颜值的社会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像你这种大老娘们长得像大老爷们的，根本红不了。信不信老娘分分钟把你给灭了？不信啊！还有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啊，现在中国喜欢安峰的脑残粉们，他们喜欢安峰是什么？喜欢他是一个帅气的、阳光的、高大的、英俊的、有范儿的、够绅士、励志的安峰。其实我们也不要对安琳没有信心，因为我们还有莫瑶啊。莫瑶啊莫瑶，莫瑶，我受不了啦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研究了1周时间，花了5万元的造型资金，可是他根本就不接受。他给我准备的是韩流歌手安峰的形象，可 King 组合已经解散了，安峰也要回国发展了。他必须要有突破，要以更亲民、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来示人。你们看吧，他根本就不满意我的形象设计，还说我。哎呦，这么娘的设计，我也真的是受不了。你还说，简直没法活了。我想静静，你们谁也不要理我。安琳啊，我看你中午是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是吧？哦，原来我们今天点的这个呀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安琳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我没有在陪你玩。我看就是在玩。你们让我扮成安峰的样子，在粉丝见面会上假唱。哦，这就你们所说的那什么偶像培养计划，对吧？你说的没错啊，狩猎偶像我们不择手段，邂逅明星让你无处不在，这本来就是我们俱乐部的口号啊。这对那些对你们言听计从的脑残粉可能有用，但别想用这个毁了安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安峰为了得到登上舞台的机会，他在韩国当了8年的练习生，这8年里每一滴汗都是实实在在。现在他要回国发展了，你们让他用假唱去欺骗观众还有粉丝，如果事情败露了，他将永远不能翻身。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的偶像欺骗了你们，你们会怎么样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边对着我们大呼小叫，不爽了就拿我们泄气？搞清楚，当初是你求着让我们帮助你的，我们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帮助你的弟弟，圆你的谎而已，懂吗？是。
我求你们，是为了让你们帮忙保住安风的星途，不是要你们毁了他。夏决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们还是再想别的办法吧。安林，你来跳一段。啊？安风能歌善舞，粉丝见面会肯定是又唱又跳的，你来试试。这个我让你跳你就跳。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快，没问题，可简单了。来，我给你看啊。安林，没事吧？嘿，不想跳就不用跳了，真的，不用故意摔倒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腿不听使唤。你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理由，那么多的借口呢？大家都在陪着你，就是想看到你真的有在努力。飞哥，你别这样说他了，他已经很努力了。他有在努力？有，真的很难，舞蹈真的很难。喂，你别这样，哎，梦瑶是吧？兄弟，我相信你，真的，练习下去一定可以，那一定可以。咱们不跳舞，唱歌。我嗓子不好，唱不上去。魔力麦克风，什么声音都能唱，试试。我帮你换个音乐。写信告诉我，今夜海是什么颜色？梦里外的我，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心，却又不靠近？听海哭。据说安风被称为亚洲杰克逊，同样是双胞胎，差别咋就那么大呢？难道是基因问题？这事跟基因也没什么关系，人家安风做了8年的练习生才能够出道，才能够登上舞台。我们这训练安林2天，就让他又唱又跳的，你以为天才啊？他现在除了假唱假跳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可是人家安林自己不这么认为呀，他拒绝假唱，不用假跳，甚至还拒绝了莫瑶的造型。这是要开启自毁模式啊！不但他毁了，我们也毁了。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不配合的客户呢。客户？要是真的是客户，按照合同的第1条，他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我们才是，不是吗？你也知道他是自己人，不是客户啊。你难道真的按照合同去告他，让他上法院呢？抢来牛头喝水，他只会反抗的更厉害。他真的太难搞了。夏菊同志，你觉得呢？我在想，以前都是我们帮粉丝策划围猎偶像，入侵娱乐圈。虽然我们在娱乐圈有足够的人际网络和实力，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。帮粉丝完成梦想，是替别人完成梦想。那我们能不能尝试让有梦想的人逆袭成偶像呢？安林就是一个实验对象。话这么说一点都没错，可是你没发现安林同学离明星的距离太远了吗？远也就罢了，最气人的是他还不听话。其实安林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担心安风的星途。或许我们应该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问题。
夏觉，你实话告诉我们，你真的对安林那么有信心吗？你们是在揠苗助长，难道就不允许小苗喊一声疼吗？简单听话照做，那是过去的安林，现在的安林，他想要改变，你们应该接受他的改变才是啊。夏觉，说实话，其实安林改不改变真的无所谓，我担心的是你，知道吗？自从你接了安林的案子之后，你就开始变得紧张、不自信。我也觉得你有点变了。按照以往，以我们4个这么牛的人，这么专业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怀疑我们自己呢？但是接了安林这活儿，你就变得不一样了。你开始连自己都紧张都慌了。我有吗？有。太有了。我只是想帮帮安林而已。你们干嘛这么看我？安林，解约的文件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不会让你们赔钱的。我们是不会跟你解约的，我们已经决定好，帮你实现萌新梦想，拒绝假跳假唱，把你打造成中国的安风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帮你不是为了钱，我们当你是朋友。我听这话怎么感觉不像你说的呢？你的表现也让我们很意外啊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我们太过于执着于任务本身了。偶像是什么？偶像是粉丝精神和情感的寄托，歌舞伎只是介质，只要我们拿出真心实意，粉丝一定会喜欢你的。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？你哪里不对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你变了。怎么都说我变了？我哪里变了？没事，当我没说。我这是怎么了？